环境部公布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，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是比前一档减4%，也毋过若准是甲2005年来相比，是干那减1.77%尔。而2025年这个10%还阁有一段路要行。部长彭启明就坦白讲，这就是一段真艰难的路，要达到标准，敢若会当继续拼。疫情期间，台湾交出经济成长率2.6%的成绩单，温室气体排放阁保调副成长。环境部公布上新排放清册，2022年比前一年减排4.07%，毋过时间有较长的，定比2005年减少1.77%，而2025年要减10%，搁有2030年要减24%，差非常大。连环境部长彭启明伫参加活动演讲时阵，拢讲达标伤困难啊。我为什么来接下这个工作？就是我知道那个 gap 很大，那我有使命来做这个事情，来减小这个 gap。当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念去完成它。真歹做的到嘛袂当双手一棒。彭部长表示，除了等待新科技发展，眼前嘛是爱拼。绿能的发展能够加快，然后赶快找到一些新的科技，拼一下，我认为还是有一些机会。学者指出，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8宣誓，全球减碳重要方向，就是互化石燃料退场。但以目前国内的能源结构来看，确实是高难度。但台湾设定2030减碳目标，比起欧美国家，一定会当讲是拍对折。敢要做会到，就看决心。我们现在的电力的碳排放系数一定要设法降下去，因为每度电差不多背后代表了500公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啊。如果说这个不减下去的话，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依赖的台电的话，我们的碳排放系数一定都非常高的。反对小团分林卖了电厂延役，宽团批评政府为着要满足产业的用电，就来支持火力电厂火力全开，还是使用化石燃料。那这个情况之下，说要达到净零碳排的目标，我们认为这就是缘木求鱼啊，很困难。2022年伫经济成长之下，温室气体排放阁会当下降。环境部自评是减碳前段班，但好成绩敢会是昙花一现呢？眼前毕竟呢，2025年减排10%的目标，若政府想要达标，有可能靠拍拼嘛，也是爱靠技术嘞。记者林俊文、吴家宝台北报道。